很开心能够在富强教会在这边，能够因着夏牧师跟长老的邀请，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也透过神的话语再来是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享受，哇！在这当中，我是感受到说，在这新的一年，我感受到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盼望。阿们。我想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渴望在更多的经历到这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蓝图跟他的计划跟他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刚在敬拜的过程里面，哇，心里觉得很大的喜乐感要涌出来。我想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刻，也是一个神的一个主日，让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来见证神的伟大，一同能够来荣耀称颂这位上帝全能的名。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先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早晨里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主你的圣殿当中，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来敬拜、来赞美、来荣耀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更多渴望主你在我们里面放下主你美好的一个种子，使这样的种子能够发芽壮大，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淬炼。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当中，你呼召我们，你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更多听见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到水深之处里面来被主你来触摸。在水里面，主，我们深信，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分享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曾经惧怕害怕，但是因着听见一个熟悉的话语而安定而稳定？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记得我在国小5年级多的时候，有一个台风从我们东部要进来，当时在进来的时候暴风雨交加，我深深的记得在那个凌晨的1、2点那个时间，暴风雨在进入的时候加强了它的风雨，而且在瞬间我们那个店整个停电了。在2楼的我当时非常的害怕，很恐慌，我就开始在寻找说我要怎么去找到一个手电筒，可是太临时了，太突然了，根本找不到，整个房间整个暗下来。在那个时刻我非常害怕，我开始顺着我的房间要一步一步要走下去。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呼喊说，爸妈你在哪里，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开始一直越来越害怕，所以一直顺着楼梯要走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眼泪一直这样流下来。我说，爸你在哪里？后来我的爸爸回应我说，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当我一听到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的瞬间心里面更加的踏实，更加的稳定。在那个时刻，我就顺着那个声音渐渐的朝着它的方向。我深深记得在那个时刻，我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温暖。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刚刚都有念了，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在4福音里面都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单单挑了约翰福音这一个书简当中？其实这个书简里面，我想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所以整本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一位你所信靠的神。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稳跟一个很大的一个平静。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约翰福音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一起来了解神的心意
在门徒以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什么？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他不只是生命的主，他同时是我们生命可以得到饱足以及安全感的那一位。所以经文我们刚刚知道说，他们一开始从提比亚海那边所发生到的事情，第6章第1节到第16章，他们要前往到加百农这个地方来去做服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5饼2鱼。我想这个经文对大家来说是非常熟悉不过的。可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到底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到底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到底要让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其实在这过程里面，门徒还是不怎么了解耶稣，他们也不了解他们这位跟随的老师到底是谁。然而耶稣一步的来带领他们。这个神迹是在第5次所发生，前面5饼2鱼是第4次。相对的，在前面就已经发生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门徒还是不了解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在他们的这样过程当中，他们一步的发现这位上帝真的不一样。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他有这样的大能。我们也知道在前面耶稣问了门徒，问了腓利说什么？他说，你为这些人去准备食物。腓利说，我到底从哪里去准备这些食物？这么多人，而且在荒郊野外，我要去哪里找商店帮他们买？也没有 7， 也没有全家，更没有爱莲，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荒野地方找到这样的食物给这些5000多个人？记载是只有男子，连妇女小孩还没有算在里面。可是耶稣在对这些门徒所要教导的事情是什么？他要让这些门徒知道说，他不只是生命的粮，也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喂养工作的他一个源头，源头是来自于他，以至于上帝用他的话语一直开始在后面来去带领他们。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要让门徒学习到的事情，就是说，不要在任何事情之前靠着他们，因为要靠着那个使能够无变为有的神。这是耶稣在对他们来说的。所以在门徒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了这5饼2鱼，他们才深深知道说，原来他们是无能的，原来他们会受限。但是他们这位老师，但是这位耶稣基督，可以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是不受限制的，不会被任何的时间环境来受限的。所以在门徒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深深知道，原来他们跟随的这是不会使他们缺乏的这位上帝。相对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知道一再的，我们都经历到神丰富的那个恩典，我们也一再的经历到神的供应在我们生命里面。然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上帝。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忽略忘记了这位不受环境限制的上帝。所以在今天，我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在风浪中认出主。我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门徒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试炼，而且耶稣不在他们的身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对他们来讲，之前碰到任何事情，他们都不用害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可是他们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试炼的时候，他们开始慌张了。在经文里面，他们突然被这样的暴风雨抓住，他们都是渔夫，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可是当他们被这样暴风雨抓住的时候，他们内心里面开始恐慌，开始慌乱。他们甚至思想说，我们会不会就真的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经文里面说，在4更天，也就是在凌晨的这个时间里面，在凌晨这段时间里面，是人最疲惫、最劳累的时候。我也知道，在疲惫的时刻，心里面也是会渐渐的软弱下来。当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些门徒开始恐慌了，开始担心了，开始害怕。可是耶稣从提比利亚海看到他们在受这样的一个困难患难的时候，耶稣开始走到他们的船上，一步一步走的。当耶稣靠近的时候，他们心里害怕，吓一跳，说到底是谁？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要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大的鬼怪？他们一害怕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门徒听见了这样的一个温暖、坚定、慈爱的话语，门徒的心里放松了。就算在风浪再怎么样继续，他们的心里是说放下了这样的一个重担。其实在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样的风浪还是继续在吹。可是当他们听见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他们竟然在当下放下了这样的心志。他们不担心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措手暴风雨。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也会发生这样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碰到这样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甚至找不到方法的一个时刻。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当一个危机就是使我们开始在转向神的一个时刻。可在那个过程当中，耶稣让门徒的心能够平静下来，让他的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这个他的环境的暴风雨的上面。在这个暴风雨当中，门徒看见他们的有限，也在这个暴风雨当中，门徒再次更深的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不只是生命的粮，更是的在这里他能够平息这环境所带出来的一个灾难。原来他们对神的一个认识是更不一样了，更进阶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我们也会同样遇到这样的苦难，可是在苦难里面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让我们静下更多的来去思想这位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大学要毕业的前3个月，我发生了一场车祸。这个车祸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来没有计算过，我也没有计算好，我也没有计划说我要车祸。突如其来的一个车祸，使我的生命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遭受到极大的一个痛苦。后来我被转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在嘉义基督教医院里面，我做了很多的检查 ，MRI、CR、抽血，任何的检查，医生要看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情形。当我被医生做完检查之后，医生来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说，他说你撞得非常的猛烈，从胸椎第4到第7节是爆裂性的粉碎，他说是完全性的损伤。可在当时我根本听不懂他这样的一个名词，这样的一个意义。可在那个时刻，我跟医生说，我说可以讲清楚一点吗？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而在那个时刻，医生告诉我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一次行走，我一辈子都躺在病床上面。当时他简短的话语让我知道，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行走，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当时我一听到之后，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内心非常的恐慌。我说就一场车祸就使我的生命没有了希望，
后来被转送到加护病房当中。这3天里面，我的眼泪没有停止流。在这3天当中，我的内心一直在思想我该怎么办。突然内心浮现了，我有这位上帝。我跟神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求你救我，我现在非常需要你，求你带领我。而在那个过程当中，神既然第3天让我看到墙壁上有2段经文，那经文叫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当时我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使我的内心里面开始渐渐的能够平静下来。虽然我的身体仍然是疼痛不舒服很难过，可是因为这2句话让我的心里面再次平静安稳。我知道这位上帝他来帮助我，来拯救我。在那个时刻，虽然我还是仍然要面对我这样的一个疾病，后来我开了2次的刀，总共开将近要3个小时。第1次开了11个小时多休克，后来送到加护病房，再开第2次刀。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到肉体的那种疼痛击打，每一次的疼痛都让我真的不想走下去。可是每一次的疼痛就让我想到说，我有这位上帝。当我在加护病房这几天当中，我的母亲让着诗歌播放来平息，我也在这诗歌当中也在祷告，也让我的心里面让我单单的仰望这位上帝。我说：主，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的未来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非常痛苦，求你帮助我。在这过程，神让我知道我的有限，但是神也让我知道说，在这苦难里面，我认出了谁是我生命的主，我认出了谁能够来拯救我，我认出了谁能够来帮助我稳定我。我想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也一样，当门徒面对这样的暴风雨的时候，他们突如其来，他们觉得他们就要死在这个船上，可是神走进了他们的生命，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在我的生命，我也是一样经历到让我认识了这位神。也透过这样的第2个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让主走进你生命里，让主走进你的生命里。在生命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让那个丰盛的主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替代这位丰盛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唯有让主走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开始经历到说，这位丰盛的主他能够带给我们说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深深的看见，也看见这样的安稳，是门徒接耶稣上船，门徒喜欢就接耶稣到他们的船上。这个接的动作让我觉得他们是主动欢迎欢喜邀请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我想这个接对我的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生命里面，我们如果愿意用接来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想那个丰盛的生命的主会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做不一样的翻转跟改变。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想这样信心的一个功课，不是只是建立在我们看见的事情当中，信心的功课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面。我想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更加的成长，更加的成熟，也更加的稳定。也因为这样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开始就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有很多源源不绝的能力跟力量跟启示跟大能。
也因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享受神的恩赐跟大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始不断被滋长。所以门徒喜欢就接耶稣上船。我想在生命当中，不论是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暴风雨，当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想那样的生命会开始有很不一样的色彩，有很不一样的亮光，有很不一样的恩典。不是因为门徒不顺服耶稣，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神，以至于他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暴风雨，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耶稣让他们经历了这生命当中的一个课题，也让他们经历了这生命当中的一个困难点，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在试炼当中，我们依靠了神，神必能够使我们跨越这样的难处。我想在生命当中，我们都曾经摇橹甚苦，我们都曾经为了自己的苦难做了很多的事情，想要改变。有很多事情是人家不明白，也不了解的，也没有办法经历到的。有很多事情是没有人，旁边的人没有办法给我们帮助的。但是透过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深深知道神的心意。他告诉我们说，让我走进你的生命里面吧，让我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改变你所面对的苦难吧，让我们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带下祝福给你。在这个暴风雨当中，神没有撇弃这些门徒，神没有放弃这些门徒，不撇弃，不看顾。神的眼光一直定睛在门徒的身上。我想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在这生命的过程里面，我曾经回想，可以按下一页吗？谢谢。回想这段时间里面，我经历了到所有的种种的一切，我感受到上帝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大能。我的 PPT 可以按下一页吗？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我经历到了神，我也邀请了神，可是在我的复健里面，我仍然要面对我下半身都瘫痪，都无法控制。我要每一天复健，每一天很努力的来改变。在复健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痛苦，可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一次回到病房当中，在这病房里面我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PPT 可以下一页吗？不好意思。当我回到病房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神一次一次的开始改变我。我在神的话语里面开始找到了一个方向，特别神在话语当中告诉我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一直在复健里面，我都会碰到难过的事情，每一天复健都做同样的事，其实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可是神每一次在运动里面都让我开始一步一步的透过他的话语坚定我，安慰我，支持我，给我更多的一个力量跟更多的一个帮助，使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经历到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找到了一个力量，找到了一个方向。而后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享受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不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复健里面，而后我也参加了竞速轮椅三铁的一个比赛。可是在这个运动里面，我有时候在思想，我说主，你在运动里面到底要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我也透过这个运动里面，你所要教导我的是什么？上帝非常奇妙。我记得我要参加这个全国
身心障碍比赛的时候，在前2、3个月，我要准备推轮椅的过程练习。我那时候为了求快，心里急躁。当我的手大拇指一插到这个里面，一往下拨的时候，我整个大拇指被拨了起来，离开了我的指甲。所以在那时候非常的痛，非常的难过。3到4秒，整个血就喷出来。在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在那时候，我的心里浮现了我小时候在教会所听见的，耶和华有上帝在我的船上，我就不用惧怕。这一首诗歌，当我在听的时候，这首诗歌，我内心我的身体非常痛，可是我心里是平静的。我打包好回去，而后在3个月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的比赛。在这比赛里面，我第一次报，我不知道，我从第100、200、400、800、1500，我所有的比赛都报了。我也反正有什么比赛我就报。可是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的不只是我破了大会纪录跟全国纪录，或者是每一项都是我的全国纪录的名字在上面。上帝让我学习的不只是这个，他让我更学习的是，当我在推轮椅的过程当中，我好比在这个跑道里面，神告诉我要一生跟随他的道路，一生永不偏离他的话。他的圣经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再一再的透过话语里面坚定我，让我更多的认识。虽然我进入轮椅之后，我又过了下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里面，神也一再一再的来调整我。其实我游泳对我来说会有很大的一个生命危险，因为我胸口一下都没办法控制，所以当我一下水的时候，我的双手都要一直开始拍动拍打，否则我就会往下沉，我就会喝很多水。其实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时候喝了很多的水，有很多时候也因为这样差一点就在游泳池里面有溺毙。每一次我游到游泳池旁边，我就在游泳池旁边祷告，我说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让我学习到这样的运动，可是在每一次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深深体会到说，我每一个难处神都知道，我流下的每一滴眼泪神都数算过。所以在那个运动过程里面，我更多的经历到说，神怎么样与我同在，神怎么样来帮助我，神怎么样让我知道说他是我的上帝。虽然我游泳也是破了大会纪录、全国纪录，然后我的大哥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报那个日月潭游泳比赛？”我说：“日月潭呢，距离多远？”他说：“3公里啦，还好。”我说：“我比赛顶多就200公尺。”他说：“3公里应该可以啦。”后来我到了那个现场，2万多个人。当我要一下水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没有看到有坐轮椅的跟着我一起下水。我大哥说：“没有关系，你下水。”我说：“不行，我担心，我抓着轮椅。”他说：“我一下水，我可能会死在日月潭。”他说：“不要担心，我们会陪你，你就一个动作，下水游到对岸就好。”我说：“就那么简单？”他说：“就那么简单。”我说：“这么远的距离，我根本看不到对岸。”好，他说：“下水，我们下水游泳，游到500公尺，我真的受不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内心非常害怕，因为日月潭往下看非常的黑，我心里毛毛的，只不知道为什么东西跑出来抓我。可是那个过程当中，我内心浮现了诗篇23篇，好美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就这样念着这样的经文，一边有一边念，一边有一边念。我不知道我念了多久，我不知道我有了多久。当我再次抬起头的时候，日月潭就在我对岸。我回头之后，我根本看不到我的哥哥他们在哪里，根本找不到。后来一上岸的时候，隔天我就真的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经文。神告诉我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在这个运动里面，神让我知道说，他永远与我同在。也不只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后来我游泳完，我还参加了射箭的比赛。其实这射箭的比赛里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因为对我来说，我要举起这个5到6公斤的一个弓，稳定射到70公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没有腰，我没有腰力。当我一举起来，我可能就会失去了我的重心。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可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上帝也很奇妙，他让我在射箭里面学习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也在这个射箭的运动，让我学习到说，我怎么样在这个运动里面知道说，我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论我做任何事情，在射箭之前，我先摆上祷告，求神带领我，给我智慧，给我方法，给我能力，让我知道怎么样来驾驭这样的弓。当我射完箭之后，我一样做一个祷告。在这2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反复练习，反复练习。我也很享受在射箭里面，因为它非常安静，在内心里面我可以跟神来对话，在内心里面我可以跟神来交流。我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也第1名，后来也报了全国的国手选拔赛，要准备代表国家出去外国比赛、韩国比赛，从16强、8强、4强到最后冠军赛，我一路加射进入到最后的冠军赛。我的对手从5年、10年、20年射箭的经验都有，特别到最后冠军赛，我的对手是2届的奥运，也就是帕运的铜牌，在当时来说，他是世界排名第1。面对到这样的对手，我其实内心非常恐慌。可是当我们平手要加射1支箭的时候，我的心里浮现要祷告，我就做了最后一个祷告。当我一祷告说，主，求你把大卫面对歌利亚那样的勇气跟能力放在我身上。我说今天的旌旗不是今天的旌旗要插在这个土地上，要来荣耀你，不是荣耀我自己。当我一祷告完，什么风都没有测，就搭箭就射出去。我的对手也射，我们同时都射中靶心，都是中心点，可是根本分不出谁赢谁输。裁判走到70公尺那边去测量，测量完之后，我们距离差了0.3公分。我想这0.3公分一被风一吹的时候，我想就输了。我想当一射完的时候，最后裁判判我赢的时候，我觉得我卸下重担了。我觉得这个运动是神在这个运动里面让我参与的，他让我学习到说，单单仰望在耶稣基督的上面，他让我知道说，在射箭里面，我的眼目在神的心上。在台省读书，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他说罪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射不中靶心。我想透过这样的运动，神一再一再的调整我的眼目，也一再一再的透过运动，让我知道说他的心意就在他的话语里面，也让我透过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透过苦难难处试炼，帮助我怎么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用他的话语能够跨越这样的难处，跨越这样的苦难。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门徒他们也经历过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门徒也经历到在生命当中的艰难跟苦难，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们最后邀请了耶稣进入他们生命里面。当耶稣进入他们的船上的时候，他们开始活出不一样，也就是经文在21节的时候，他们就到达了那个目的地。当他们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展开了更不一样的神迹奇事，他们更多的看见这位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以及在他们所做的事情，让他们更不可思议说，原来这位上帝不只是生命的粮，也不只是平息这风浪的主，更是使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所以这过程里面，当他们的生命开始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才知道，
耶稣不会放弃他们任何的一个人，耶稣不会让他们孤单的、孤独的面对他们任何的一个风暴。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不论我们遭遇到的风浪有多大，困难有多大，难处有多大，黑暗有多深，黑夜有多长，我想神他不会撇弃我们每一个人，他会使我们在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平平安安地度过，带领我们进入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为我们开启的那个新的方向、新的眼界、新的境地，让我们经历到说，这位上帝所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丰盛、这样的美好。他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可以经历到这位计划、这位梦想所为我们实现的上帝。我想神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进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活出不一样的一个深度。我真的很感谢神调整我、带领我、引领我、怜悯我，进入到台湾神学院里面受装备。其实我可以因着国手第1名代表国家出去，可是同时我在那个时刻我考上了台湾神学院。神让我在台湾神学院里面受装备、受练习、受神学院的根基基础，也让我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被主来塑造、被调整、被熏陶，以至于我知道说，在我的人生的生命当中，我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不是在外面抓起多少的东西加在我身上，或者是衣服，或者是物品，或者是任何人对我的赞美，都不是这一切来代表我的价值、我的目的、我的意义，而是我真实的在神的里面有主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开始有了不一样。我开始知道说，我要活出神荣耀儿女的身份，而我的意义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他的喜悦的事情。而我的一生的目的，就是来见证这位荣耀神的名。我想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得到这一切，我也在台湾神学院里面受了这样的装备。我真的很感谢神，在这样的困难里面，让我认出了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邀请神进入到我的里面，让他的话语来熏陶我，来喂养我，来鼓励我，来帮助我，让我真实的知道说，神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带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在台湾神学院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外地，就是在十字路口，就是在SOGO，就是在星光三叶，在任何的一个地方能够唱诗歌、弹吉他、赞美这位神，传扬福音，让人听见这样的好消息，让在这样的一个不平安的世代当中，可以听见有一个平安的神在他们生命里面。不只是在圣经里面神的作为、神的医治，在生活当中我完全经历到，我也看见神怎么样医治我身边的人，神怎么样医治了我，神怎么样来陪伴我，神怎么样来支持，神怎么样来使那些软弱的得到刚强，使那一些无助的人得到帮助，得到安慰。我想在生活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见证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兴起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得不说这位上帝的大能跟能力，让我们口里面不得不赞美这位神。我想在我生命当中，我一次一次来见证的神，特别神也恩待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在人所看来不可能，在医生人来说也不可能，但是神预备了我的另外一半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美好的一个伴侣，走进这样婚姻的一个道路里面。神预备让我的妻子看见的不是我残缺的身体，看见的是我在他主里面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很多的人都觉得不可能，甚至我妻子的朋友也会觉得，你真的要将你的生命未来都交给135公分的先生吗？我想对他来说不容易，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对我觉得也不容易。我们生活要相处，我的身体的情况他可能不了解，但是在这样的婚姻里面，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更靠近彼此，也让我们更了解彼此。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摩擦，因为我们是个体，我们
是不一样的人，但是神把我们放在里面，就如同我妻子所说的，我们的关系里面就像三角形一样，我们之间一定要有这位上帝把我们稳住、拉住，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可以越靠越近。也在这样的婚姻里面，我们每一次有难处、痛苦、争吵、摩擦、裂痕，当我们牵起彼此的手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抚平了我们所有的一切，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在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可以更多的了解彼此，也更多的享受在神美好的旨意当中。神也在我的家庭里面有做了很大的改变，不只是改变了我，也不只是改变我的家庭，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更加的靠近。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岁月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到各地去服侍、见证，来去跳舞，来去赞美，去荣耀这位神在我们家庭当中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所以在我当中，我经历到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虽然我们家经历到很多的事情，或许会觉得说一帆风顺，可是在这11年当中，我的母亲在8年前得到了恶性的淋巴癌，医生宣告半年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家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我们很难接受。我的父亲也有珍珠瘤，我们家庭也遭受到很多的试炼，很多的难处，但是神一步一步，每一次在难处当中把我们牵起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为着彼此来祷告。我的母亲如今还活着，她没做化疗。我想这样的一个掌声真的是要归荣耀给神。若不是这位上帝，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保证说他的生命可以延续到现在。他每一天活着，他都告诉我说都是神给他的。他每一天活着，他都要来见证这位上帝。他让我看见这样的信仰的宝贵，信仰的真实，让我在这样的生命当中，我更多体会到说这位上帝的美好，上位的信实，上帝的恩典，信实公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次一次告诉我们说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陪伴着我们，他永远爱我们，他永远在苦难里面，他愿意帮助我们跨越这样的难处，愿意在苦难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最深最深的恩典，为了就是要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到这样的大能。我也很感恩神在生命当中给我另外一个开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境地，就是让我在台北马街医院里面，在业务部里面来分享，来见证。在那个医院里面，我到各个医院各个角落，跟陪伴家人、陪伴病人，我去分享。有很多病人在我生命当中，因着我的分享，在讲的过程当中，他们想认识这位神。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亲身经历到说，这位平安的神在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他们不恐慌、不害怕。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感受到神怎么样为我预备、开启在我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新的一页。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当门徒经历到这样暴风雨，接待耶稣上船，以及到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开始经历到不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愿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同样可以经历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帮助我们跨越我们面对的现在的每一个难处跟难题。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看见主你所留下的心意跟旨意，也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得到你要给我们的恩典跟丰盛跟祝福，也让我们在话语里面我们能够再一次被坚定、被鼓舞，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勇气跨越前面的难处，那都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难处，或者是在我们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害怕、恐惧。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刻里面卸下我们这一切的难处、跟难过、跟重担，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主你的丰盛跟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今天是带着你满满的祝福离开教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也流向他人，不只是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让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流向他人。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将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